在地人在地情，10月31是万圣节，也就是西洋的鬼仔节。台中丰原庙东复兴商圈办活动画古仔灯，大细汉朋友拢真有创意。 大人囡仔变做艺术家，彩绘古灯来看因的作品，有金龟翁啊，真侪种妖魔鬼怪，准备要来布置庙东商圈。因为有小朋友的那个快乐，让他们有一个发挥的那个长处，这样。万圣节前，丰原庙东复兴商圈管委会调集100位亲子彩绘万圣节的古灯，来替29号的万圣节活动做准备。大件前，Hello Kitty 来到宣传。 邀请大家同齐来丰原佚佗行踏。复兴商圈的店家会提供很多美食哦，作为奖项，然后吸引民众来这边参加活动。大人囡仔同齐来彩绘古灯，正做装置艺术家，邀请大家来到丰原，感受好耍热闹的万圣节活动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